较早有一个足红的团体叫做小虎队有啊。小虎队，哎，小虎队有李军，李军，李军是叫做红孩儿，哎，红海里，红孩儿，啊，因是三军，三军是啥？因为三军啊无名，因为一组就解散。解散啊！照你来讲，我是一个唱跳歌手，哪唱哪跳，系啊，啊无我谈现场教大家跳一点啊运动的舞，那边大家跳跳的，一定会过关。我跟你讲，你听我讲啊，你这安尼跳跳，你念伊无力好过关。对啊，我紧，你听我讲嘿，你老咧，你念伊无过关的时候，咱教跳跳，教我跳。啊，若是你无过关，我陪你跳啦。而且我跟你讲足紧的，你差不多第二关呀，你第差不多要跳。对，你水会使跳啊，就是在跳。哦哦，遐等你遐舞台遐较大，哦啊录音陪你做伙跳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但大家拢爱做伙累啦。哦，加落来了，好好。哦，登山哦，50岁的人较惊寒啦，较惊寒。你要规身躯拢把你要身躯啊！好，要跳啊无？要喊啊无？唔敢出汗。不要这哦，第一条认定，我老了，给我调，卡夹，紧一个，第二条，咱讲第二条要天顶，高会跳啊，有无？哦，加油！演艺界的希望，加油！中年男子代表啦50岁的大波人。亲像一尾活你人，会使啦，你会使，头过心就过，他高一水，甲拼啦，拼啦，他，中年的安娜，加油！安娜要过啊，他有高对无？飞落来啊！拼跳来跳舞啦！啊，我这比后边跳舞啊！你等下你会倒一个。哎，讲实在，伊年岁50岁，可能是上上头的，上届年长的一位啦。那呢，咱敢要跳舞？我跳起来，有法度无？跳舞来，大家做来给大家。这会跳吗？感谢。我给你小一个，亲友团就是你们了。你的加油团那我回去要跟我妈妈讲。哦，谢谢。OK。哎 ，music， drop a beat， 耶。有。我就怪欧多拜，真正帅帅惹人爱。对零的妹仔，你想不想给我在？讲到怪欧多拜，上车就是我这台。预备，那么在咖啡哦 ，check it out， 吹落。吹落，再吹落，啊！第二次大一点，吹落，再吹落，大一点，吹落，再吹落，最大，吹落，来跟着后面，走，上车，怪欧多拜，啊，继续骑，上车，就复古的，怪欧多拜，来 ending pose。怪欧多拜，耶！感谢东岳，谢谢，福建成功。红球三球，买台湾给另外代表，欢迎苏乌博。哎呦！拍一个戏叫做台湾 X 档案，警察戏啊，阮足多的拍戏拢是阮家己家己来，拍武术的拢爱家己拍的，对，无替身的，无替身，对啊，真正家己拍，对，我有那个 VCR 有看者，有影片来看卖，我咧练习。哦哟，哇，真正有咧练的。李小龙，这次有拍到无？对，敢若搞咧，这无拍到。啊，要练警棍。就拍，就好呢，对啊，对，公司互阮training 3个月，训练3个月，对，拍，对，希望你今仔用得到。但是看起来敢若用袂到呢。我无想要看你种眼神。用得到。你甲迄台讲，我今仔日一定要过关，用你拄只迄个眼神。倒一台。迄台你讲我今仔日一定要过关。今仔日。我一定要过关，过关，我一定要过关，好啦，加油啦！加油！
后手手就以后烫杀啦，阿爸，那个内底够有着，那请这怎减样？烫一领啦，减烫一领啦。那我准备要叫啊，贵几关哦烫，第一粒天顶过了，佮叫伊烫一领衫啦，贵几关烫几两？对啦。哦，所以叫跳啊吼。好，第二粒天顶。哦，既然是咱演艺界代表咱全台湾哦，所有的演艺人员吼，都会替咱鼓舞来加油啊！哦，哎，为是加油啊！加油！哦，希望哦，提出你学台语的这款决心来过关。卡高咯，对，爱想清楚吼。加油！对啦，提出你学台语的决心来过关啦！哦，辛苦。关村的希望伊过来对啊！啦，演艺界希望啦，即摆第二粒，这个较远啊，这个较远啊吼，这段较远哦，想好清楚，莫赶，嘿嘿嘿嘿，哦，说你，我是惊你到即摆目前为止嘛无人过关啦，所以你要慢慢来，你也是过关，你会行至目前为止的第一名啦吼，我给你搁4、5年要是够你啦吼，大家等你，阮陪你啦，阮陪你，哦，说你在卡头虎甲都不动掉啦。哇，时间啊！魔性多款呢，哦，伊咧拍戏我就魔性多款。哦，这段小可较，这段小可较，但是你的脚应该是有够长啊，对，但是爱稳定。好了，莫害。高姐，稳定来。手俩过，嘿嘿嘿嘿嘿，莫放弃，哦，莫看，你手遐么嫩去？哦，哇，体力的考验啦，哦，真好，时间是4分20秒，但是这无重要啊，有过关就上重要啊。哦，爱看清楚，豆来，莫看啦。哦，掉真大的时阵，身躯直接落软落去，嘛是一个方式啦，拄只骹落去，对吧？吼。好，困节。到玉山拼关家，一般选手都一只都会小休喘一下。咱古无啊，嘛是小喘开一下啦吼。串节，等者啊！别看，搁你是传出的希望的，等者。好，咱演艺界希望哦。来啊啦！好，烫节啦！既然是你的选择，就坚持到底啦。啊是行动去，你敢会当捌困的？要捌困无？要我唔敢来啦！演艺界希望。倒一招啦！伫咧预赛的时阵，我手无力，啊，搁有我的方法唔对，因为我是用反手，足拍背，所以我应该用正手，啊，就是无想好，太急啊，对啊，足可惜的。